Hello，訂閱咗3點鐘升級版嘅啲觀眾大家好啊，我係研究部元森啦。今日咧將會同大家講下呢一份嘅2026年教學日記嘅例子。咁首先我哋要先講一個免責聲明先啦。咁成個嘅教學例子包括埋呢條片咧，並冇牽涉任何投資邀約或者投資建議啊，全部都係啲教學內容嚟嘅啫。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樣嘢啦，絕對唔好因為呢一份教學例子嘅任何內容啦，或者呢一條片嘅任何內容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啊。咁所以大家清楚知道呢樣嘢啦。而呢個 list 入面嘅一啲教學例子咧，都係經過研究部做咗一啲研究啦，分析晒佢嘅基本面狀況，做埋評分之後咧，得出嚟嘅個結果嚟嘅。個原意之所以有呢份嘅教學例子咧，就希望大家可能自己如果係想做下功課，研究下港股上高有啲咩嘅公司屬於基本面好嘅例子咧，又或者可能你想揾啲基本面好嘅例子而去練一啲技術圖表嘅時候咧，咁都可以用教學日記入面嘅例子去做一個參考。咁同一時間喺成個2026年咧，我哋升級版嘅 Part 4同埋 Part 5嘅環節咧，將會間唔中同大家跟進下教學例子入面嘅一啲股票同埋公司，咁就可以俾大家做一個參考。究竟我哋真係如果經過基本面選股之後，咁如果假設喺教學上高要有一啲實戰嘅操作嘅時候咧，咁可以點樣做咧？咁都會喺 Part 4同埋 Part 5嘅部分咧，就做一個教學上面嘅分享嘅。咁首先同大家睇下一次成個嘅名單列表先啦。咁呢個就係個名單列表啦，係正選嘅列表嚟嘅。咁至於見到啦，第一間公司就係紫金礦業啦。咁呢間公司咧，相信我唔使點多講，大家都知道佢做咩業務啦，因為都比較出名啲。咁佢最主要咧都係開採啲金礦啦，做一啲礦產上高嘅勘察啊，甚至乎喺銅礦、銅嘅冶煉啊等等，佢有做到嘅。而同一時間，大家有睇下新聞啊，或者開下黃金張圖出嚟，應該見到啦，全球嘅金價升到黐晒線啦，喺2025年嘅時間。咁所以導致到其實紫金礦業呢間公司喺基本面上面咧，都迎嚟一個爆發式嘅增長。你會見到就係收入上面佢增長得非常之高速啦，以年度業績嚟計，甚至乎係再望埋喺個盈利即係 earning per share 上面嘅表現咧，都係非常之高速地增長緊嘅。咁因為佢基本面上面有個大幅好轉嘅情況啦，同一時間就帶動到咧佢喺派息上面咧都變得非常之疏爽噶，即係講緊2023年嘅呢個財政年度嚟計咧，喺每股派息上面咧有成25%嘅一個每股派息上面嘅增長，咁之後再去到2024年講緊個每股派息上面嘅增長咧，去到成52%咁多，非常之明顯，非常之犀利嘅。咁而其實嚟緊嘅時間咧，我哋研究部咧就冇話真係非常之睇好金價上嗰個升勢，但係啦，我哋都唔代表我哋睇跌㗎，我哋純粹認為金價咧嚟緊嘅時間咧比較大機會底下咧應該有高位上面徘徊住，咁但係就要好似2025年咁強勁嘅升勢咧，咁就唔大機會會做得到嘅。咁基於就係嚟緊嘅時候，我哋預估金價會喺高位上面徘住啦。咁所以我哋認為一啲金礦股啦，尤其是299呢啲基本面相對比較好啲嘅一啲公司咧，嚟緊嘅時間咧都會繼續表現得幾唔錯嘅業績上面。咁所以喺2026年嘅時間咧，就會繼續將呢間公司放入一個正選名單裏面啦。咁至於另一間公司，我哋作為一個教學日記例子咧，咁就係香港港交所啦，即係388呢間公司啦。咁相信大家都係唔陌生嘅啦。咁港交所咁自然係幫一啲公司做上市啊，做一啲結算清算嘅一啲資本市場嘅啲操作啦。咁至於點解我哋會將佢放喺個教學例子名單裏面咧？咁其實講緊2023年或2024年咧，港交所份業績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合格嘅成績，其實未算話好差啦已經。咁但係2024年係差少少，咁所以當其時基於2024年個業績上面轉差少少啦，再加埋就係2022年同埋2021年都唔算話 perform 得咁好嘅情況底下咧，咁所以當其時喺2025年咧就冇將佢放喺個名單裏面。但係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最近嗰半年嘅業績咧，其實會留意得到港交所嘅業績狀況咧都算係幾唔錯嘅，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公司係喺香港上市啊嘛，個集資額亦都講緊係全球最高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其實港交所喺2025年上半年又好啦，或者市場而家 focus 緊嘅2025年下半年都好咧，都預計將會迎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基本面上面嘅改善。咁而呢個情況暫時預計去到2026年嘅上半年咧，都係會繼續持續落去。咁所以基於咁多種原因嘅情況底下咧，我選擇將388港交所呢間公司咧就放咗入一個嘅教學日記例子裏面啦。咁至於第三間嘅公司咧就係漢森製藥呢間公司啊，3692。咁呢間公司可能對於大家嚟講比較陌生啲啦，因為呢間公司咧其實都未算話非常之出名。雖然啊冇記錯咧，佢都已經係藍籌股之一嚟噶啦，即係個市值高都講緊有成2000幾億啊，都幾大間公司。咁但係可能大家未必咁熟醫藥嘅股票啦。咁其實呢間公司最主要或者叫做最賺錢嘅一款藥物咧，就係做一啲抗腫瘤嘅藥物。你見到啦喺個 segment 上面，喺個分佈上面咧，見到佢收入上面佔比最高，講緊去到成8122 million 人民幣嘅一個收入來源咧，都係嚟自就係抗腫
腫瘤上面嘅藥物，咁同一時間咩抗感染啊或者其他嘅藥物佢都有做到嘅，咁但係佔成間公司個收入佔比咧就唔算係咁高嘅啫。而見到啦，呢間公司其實最近嗰兩個財政年度嚟計咧，佢收入增速同埋盈利增速咧都係非常之高速嘅。雖然啦，其實喺半年業績上面咧，見到2022年咧開始慢慢減慢咗噶啦，但係雖然話佢減慢咗啦，但係都仍然保持到雙位數字嘅增速咧。咁呢個位置咧，我自己認為咧都算係基本面幾唔錯間公司。咁同一時間，其實大家如果只要做少少研究咧，望下佢唔同嘅效率面指標咧，都會見到呢間公司喺成本控制上面咧，其實做得幾唔錯。咁導致到就係佢每1蚊嘅收入賺到翻嚟，轉換成為盈利嗰個嘅效率咧，其實都係 keep 住改善緊。咁所以種種因素，即係無論效率面又好啦，或者收入盈利面上面都好咧，咁我哋研究部咧都係俾一個幾高嘅一個分數佢。咁所以就將呢間公司咧喺2026年咧就正式放佢喺一個教學日記嘅例子裏面啦。咁同樣係當係一個正選嘅公司去看待啦。咁之後再望埋就係3898時代電器啦。呢間公司可能對於好多嘅觀眾嚟講，可能都算係比較陌生啲，因為個市值真係的而且確咧細少少嘅。咁但係都講緊有成550億左右人民幣呢個水平嘅，咁所以都未算話去到好細啦。咁但係對比翻嗰堆大藍籌，咁自然市值上高係有少少嘅一個差距喺度。咁但係都算係市值嚟講偏大間公司嚟㗎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係 under 中國中車嘅旗下嘅一間子公司嚟嘅。咁佢最主要做嘅一個業務咧就係生產一啲鐵路建設所需要嘅設備，包括咗啦一啲交通牽引嘅一啲變流器啦。跟住仲有啲列車嘅網絡嘅通訊系統啦，跟住自動化列車嘅啲設備啦，跟住列車上高嘅監控設備啦，跟住通訊系統啦，之後仲有就係 even 嗰個列車啊，可能車站上高嘅幕門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工業上高嘅變流器啊、光伏系統嘅一個發電系統啊，佢都有製造到嘅。咁最主要嘅業務咧，都係做翻關於鐵路設備，一個車站你會見到嘅一啲路軌啊，或者一啲技術儀器咧，佢都有做到。咁而呢間公司其實見到就係最近嗰3個財政年度嚟嘅，都保持到就係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一個比較高速嘅增長。咁呢一方面咧，喺港股嚟講咧，已經算比較難揾到嘅一啲公司嚟㗎啦。咁因為始終咧，中國喺過去嗰2至3年咧，都係一個經濟衰退嘅周期裏面啦。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其實好多嘅公司個業績狀況、基本面狀況都未算話咁理想。尤其是講緊要連續3年都係咁理想嘅狀態咧，都比較難揾到㗎啦。咁而同一時間見到啦，佢最主要嘅收入來源咧就係嚟自一個啦，就係一啲鐵路上高嘅一啲生意啦。咁同一時間其實都有做一啲其他嘅設備上高嘅生意，而呢一部分咧，其實係個收入上高咧係大幅咁樣增長緊㗎啦。嚟緊嘅時間，如無意外 keep 住一個增速嘅話，有機會係同鐵路設備嗰個嘅 business 嗰個嘅分佈咧，成為雙頭馬車，一齊帶動成間公司嘅一個增長。咁而啱啱所講到啦，佢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都係一個幾唔錯成績，主要係一個幾強嘅 track record，講緊連續3年都係咁樣嘅一個狀況啦。甚至乎係望埋就係最近嗰份嘅半年業績咧，雖然係有少少輕微減慢咗有增速嚟計，咁但係都叫一個幾唔錯成績啦。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嘅時候咧，咁就我哋研究部咧就決定將呢間公司係放咗入一個嘅2026年教學日記嘅例子裏面，而且係當係一個正選嘅公司去看待。咁至於第5間嘅公司啦，咁就係威盛控股3393呢間公司啦。呢間公司咧，如果大家有睇3點鐘升級版我嗰部分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曾經有同大家講過呢間公司嘅。咁因為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又好啦，或者佢份基本面狀況咧，我自己認為咧都係相當之有 potential 啦。咁呢間公司其實佢做嘅業務咧就係非常之簡單，就係做一啲智能嘅計電電錶啦。咁呢個係佢一部分嘅收入來源啦。咁另一部分咧就係做一啲可能通訊上高，即係可能係啲流量上高嘅計量儀器。咁同一時間亦都有做一啲關於水嘅流量嘅儀器啦，或者燃氣，即係可能天然氣上高嘅一啲計量儀器，譬如啦，有啲電錶啦、水錶啦，跟住天然氣錶啦，或者一啲流量可能嗰啲上網流量嗰啲錶咧，佢都有做到。咁簡單啲講，就係全部都係計量嘅啲電子儀器咧，佢基本上都有涉獵到嘅。咁至於就係見到佢收入上面咧，講緊連續4個財政年度啊，4個財政年度喎，係講雙位數字嘅增長啦。主要最近嗰3個財政年度咧，有成20% 以上收入增長，再加埋一樣嘢啦，你見到佢 EBITDA 即係一個除稅後利潤上面咧，都係 perform 得幾唔錯嘅一個成績啦。甚至乎你望埋就係 earning per share 上面咧，都見到就係最近嗰4個財政年度咧，都係非常之高速嘅增長。即係講緊最近2024年嘅財政年度咧，都係成35.48% 嘅增長。咁所以以增速嚟計咧，其實啱咁多間，即係啱啱所講到嘅 even 紫金礦業啊、香港港交所啊、漢森製藥啊、時代電器啊等等咧，其實你留意到咧，威盛控股咧，以個增長力度嚟計，其實算係比較強勁啲。咁所以我哋又決定將呢間公司放咗入2026年教學日記嘅例子裏面啦，同埋就將佢當一個進攻型嘅一間公司去看待。雖然啦，其實佢個市值嚟講咧係算偏細少少嘅，但係都講緊有成237億嘅個市值啦，都未去到一啲細價股嘅一個狀態。咁之後再數落去啦，就係敏實集團啊，425呢間公司，呢間公司應該對於好多嘅觀眾嚟講都係比較陌生啲嘅，因為始終呢間公司都唔算話咁當炒啦，或者咁多人留意呢間公司。咁但係其實
佢做嘅業務咧都係幾得意下，而且個業績狀況咧都算係幾唔錯嘅。呢425呢間公司咧，其實佢最主要嘅業務咧就係幫全球比較出名嘅一大堆嘅汽車品牌咧去設計佢汽車嘅一啲零部件啦，同埋佢外觀上嗰啲部件，同一時間喺電池上嗰嘅一啲業務咧，佢都有涉獵到嘅。咁所以係見到基本上佢大部分關於可能金屬上高嘅零部件啦，或者塑膠上高嘅零部件啦，咁甚至乎可能一啲鋁物質嘅一啲零部件啦，或者電池上高嘅零部件咧，佢都有做到，而且喺個收入上高咧非常之分散嘅，即係冇話一個嘅分佈咧係特別突出，特別係佔得高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即係認為係一個好嘅現象嚟㗎。咁代表住就係佢個業務上高咧冇話過於集中某一部分嘅零部件，一旦見到可能某一部分嘅零部件個需求係下跌咗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呢間公司嚟講咧都未話會去到造成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咁所以呢個位置係值得加分啦。咁再加埋見到啦喺個財報上面都見到隻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都叫幾唔錯成績。咁雖然啦佢比起就啱啱所講到嘅嗰堆公司，可能收入上面、盈利上面連續4年嘅時間都可以保持到可能雙位數字增長，甚至乎20%嘅增長。咁呢間公司就冇去到咁犀利嘅，但係都講緊啦，最近嗰2個財政年度嚟計咧，都係好唔錯成績啦。咁講緊收入上面，佢已經連續4年咧保持到就係雙位數字嘅增長啦。同一時間見到盈利上面最近嗰2個財政年度咧，其實 earning per share 上面嘅表現係講緊20%以上嘅。咁呢個位置咧都已經係叫高速嘅增長狀態啦。咁我哋甚至乎再望埋半年業績上面咧，都見到就係最近嗰份半年業績咧，收入上面做咗10.79%，至於盈利上面都係有成20.15%咧。咁呢個位置都見到一個相對嚟講比較高速嘅增長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啦，就係2023年、2024年同埋2025年上半年嗰份業績狀況咧，都係一個高速增長嘅狀態咧。咁自然咧就可以符合一啲條件咧，就放佢喺一個教學例子嘅名單入面，當係一個進攻型嘅公司去看待。咁最後一間正選嘅公司，而且一間進攻型嘅公司咧，咁就係美圖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如果大家有玩開啲 P 圖嘅軟件嘅時候咧，相信都係唔陌生噶啦。咁因為佢都算係比較出名嘅一間公司嚟嘅。咁佢個旗下最出名個 product 咧，咁自然就係美圖秀秀呢個嘅 app 啦。咁其實除咗美圖秀秀之外，佢都有做唔同嘅一啲嘅app 出嚟嘅，譬如一啲美顏相機啊、啲美圖嘅設計室啦。咁同一時間佢都有做一啲可能廣告上高業務啦。你會見到咧，佢係 advertising 咧，其實佢個 app 上面因為啲廣告嘅投放嘅位置俾一啲用戶去用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唔淨止個 app 係賣緊出去賺錢翻嚟啦，除此之外咧，佢都有賺廣告嘅費用。而同一時間亦都見到咧，佢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係自從2019年，大家冇聽錯，係2019年咧就保持住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增長，直到而家為止，經歷咗埋疫情都好啦，都係冇減弱過嘅。咁所以 overall 嚟講，齋睇呢啲收入同埋盈利上面嘅表現咧，大家都感受得到呢間公司個增速嚟嘅係幾犀利噶，甚至乎再望埋嗰個隨隨後利潤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高速嘅增長啦。咁所以係絕對值得放佢喺嗰個正選嘅名單裏面啊。好啦，講晒正選嘅股票之後咧，咁就再落到後備嘅股票啦。咁港股教學日嘅例子入面咧，有3隻嘅後備股票咧放咗個名單入面啦。咁第一隻嘅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就係1810小米集團啦。佢係喺呢個嘅後備股票入面嘅定位咧，屬於進攻型嘅一隻公司嚟嘅。咁睇翻佢個業績狀況啦，其實佢個增長力度咧的而且確非常之強勁嘅，但係同一時間都顯露咗啦，佢個業績上面咧其實係比較波動啲，尤其是一旦佢業績做得差嘅時候咧，嗰個跌幅相對嚟講比較明顯啲，或者個轉差幅度咧都係比較明顯啲嘅一個狀況嘅。咁你見到啦，可能2022年其實當年都已經唔係關疫情事啦，咁但係就見到佢收入上面咧錄得一個14.7% 倒退啦，同一時間喺盈利上面咧錄得一個60.41% 嘅倒退啊。咁所以見到啦，因為基於唔係疫情嗰陣年出現啦，咁再加埋就係佢本身發生比較近期啲啊，即係講緊4年前就已經發生咗，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咧喺呢個部分咧又扣咗比較大嘅分數。咁但係之後你見到啦，就係2023年同埋2024年咧，小米集團咧喺個業績上面咧已經呈現翻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增長噶啦。講緊2023年錄得一個120% 嘅盈利嘅增長啦，咁至於之後嘅時間就去到2024年都有成42% 嘅盈利增長，再加埋35% 嘅一個收入增長。咁你甚至乎再望埋佢喺啲嘅 monthly active user 上面啦，咁每個月嘅活躍用戶上面咧都見到個增長速度都算係比較明顯啲。雖然已經係連續3個財政年度咧個增長幅度係減緊落去嘅，但係 overall 嚟講咧都仍然大約維持到雙位數字增長。咁呢個位置都見到呢間公司咧其實係叫做上升緊或者 uptrend 緊嘅一個狀態嘅，咁所以又將佢放咗入去個後備嘅名單入面啦。咁至於再下一間公司啦，咁就係康萊特光學啦。咁2276呢間公司都相信應該比較少觀眾有聽過嘅。咁但係其實佢個市值嚟講咧又未算話真係去到好細噶，都有成290幾億嘅，冇記錯都接近300億嘅一個市值。咁至於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就比較得意啲啦，或者可能好多人冇想象過呢類型嘅公司係會上市去到咁大嘅一個市值啦。其實咧佢主要咧係做一啲眼鏡鏡片上高嘅生產嘅，包括咗啦一啲真係標準化咗嘅眼鏡啦。咁你見到 standardized 嘅 lens 呢個位置咧就係啲標準化嘅眼鏡啦。又或者其實佢可以 customize 一啲
鏡片咧俾一啲大型嘅公司。咁佢最主要做嘅一個業務咧，其實就做一啲樹脂嘅眼鏡鏡片嘅。咁銷售上面咧，亦都係賣晒去中國啊、美國啊、日本啊、印度啊、澳洲啊等等，全部都係見到佢嘅蹤跡。咁所以其實 overall 嚟講，佢已經做緊全球嘅生意，唔係講緊一間細嘅公司嚟㗎。咁雖然啦，上市年期又未算話到好長，咁其實正正係因為呢個原因，令到我哋係將佢放入一個後備嘅名單入面，而係冇將佢放入一個正選名單入面。咁只係因為純粹個上市年期不足咁解啫。咁見到啦，其實最近嗰兩個財政年度嚟計，佢都保持到一個非常之高速嘅收入啦，同埋盈利上面增長嘅。咁淨係講最近嗰兩個財政年度咧，見到啦，2023年就係32%嘅一個盈利增長啦，至於再去到2024年咧，就盈利一個33%嘅盈利增長。咁之後我哋再望埋半年業績方面啦。半年業績上面咧，亦都見到雖然係減速咗啦，但係都仍然保持到就係2025年上半年咧一個18%嘅盈利增長，收入上面都有成11%，都係雙位數字啦。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其實你見到呢間公司咧，其實個基本面狀況，仲有爆發力嚟嘅咧，算係比較強勁啲。咁所以最後尾研究部又決定將佢放入一個後備嘅名單入邊啦，定位咧就係一個屬於攻擊嘅一間公司嚟㗎。咁至於最後一間嘅港股公司都係唯一一間喺後備入面屬於防守類型嘅公司咧，咁就係康臣藥業1681呢間公司啦。而康臣藥業呢間公司咧，佢大家一聽個名都知道啦，佢一定係做藥㗎啦。咁佢最主要係做啲咩藥嘅咧？佢其實係做緊一啲腎臟科嘅藥物啦，又或者啲婦女科嘅藥物啦，或者骨科藥物啊、皮膚科啊、肝膽科啊，其實佢都有做到嘅。最主要都係做啲中成藥為主嘅。咁換言之咧，其實佢冇話有啲好創新嘅啲藥物科技，但係啦，呢一部分中成藥咧，其實個銷量或者佢個需要嘅一個人數咧，非常之龐大啦。咁所以佢只要食到一部分嘅市佔咧，其實已經為佢帶嚟一個非常之強勁嘅一個收入啦，同埋盈利上面嘅基礎啦。咁所以以防守嘅角度嚟計咧，算係比較強勁啲啦。齋講個業務嚟計，咁見到最近嗰個財政年度咧，大約喺收入上面咧有成14.5%嘅一個收入增長啦。咁至於盈利方面，喺個除稅後利潤方面咧，亦都見到就係最近嗰個財政年度都有成15.16%。咁其實咧雖然喺彭博上面就冇相關2022年同埋2023年嘅數據啦，但係其實喺其他嘅網站上面咧，亦都望到，同埋同一時間咧，我哋開埋就係佢嗰份業績上面咧，亦都睇到就係2023年、2022年咧，雖然個業績上面都未算非常之高分，非常之理想嘅狀態，但係呢兩年咧，其實喺個基本面評分上面各項指標咧，其實都係合格有餘嘅一個分數。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就將呢間公司放咗入一個後備名單入面啦。雖然啦，佢個增長力度的而且確係冇小米集團、冇康萊特光學咁犀利嘅，但係如果作為一個防守類型嘅公司嚟計咧，佢係絕對合適㗎。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就係啱啱所講到嘅所有公司，譬如就係啱啱上面呢個 list 嘅一啲公司啦，同埋下面呢個 list 嘅一啲公司咧，都係屬於就係2026年喺教學例子名單入面嘅一啲公司嚟㗎。咁至於環球股方面係點樣睇咧？環球股方面咧，今年咧就加入咗馬來西亞啦、澳洲啦、英國同埋加拿大嘅公司咧，入落2026年教學日嘅例子名單入面㗎。咁首先同大家講咗第一間嘅馬股啦，咁就係 CIMB Group 呢間嘅公司啦。咁個代號咧就係1023。咁 in case 大家有啲觀眾係唔知道啦，應該相信都好多觀眾唔知道嘅。呢間銀行咧，其實就係喺馬來西亞或者成個東南亞啦，都算係比較出名啲或者比較大型嘅一個銀行集團。咁佢就其實最主要喺度係做一啲傳統嘅銀行服務嘅，雖然都有做投行，但係最主要都係做一啲零售銀行嘅服務啦。咁再加埋佢比較勁嘅一個賣點咧，就係喺伊斯蘭嘅銀行業務嚟計咧，佢係全球嘅一個領導者，即係嗰個市佔嚟計咧係最高㗎。咁至於睇翻就係佢個業績報告方面點樣睇咧？咁睇翻啦，其實佢收入上面都保持住一個幾穩定嘅增長，雖然都唔算高速㗎啦。咁但係銀行股你都唔會話 expect 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增長㗎啦。咁所以其實5至6%或者7至8%左右呢個嘅收入增長咧，我覺得認為係一個非常之合格嘅一個成績嚟㗎啦。咁之後再望埋佢喺個 interest income 方面嘅表現係點樣睇啦？咁其實咧，因為佢係屬於傳統銀行嘅服務，佢唔係做投行為主啊嘛，咁所以其實 interest income 咧，某程度上咧都算係呢間銀行最主要嘅一個收入來源啦，或者盈利上面嘅來源嚟嘅。咁見到就係 net interest income 方面咧，2023年係算差少少，係跌咗4.66%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最近嗰4年咧，得2023年係倒退，而且算係一個相對嚟講比較輕微嘅倒退啦。咁之後嘅時間都維持住個位數字增長。咁呢個嘅成績咧，對於一個傳統嘅銀行嚟講，我覺得係合格㗎啦。咁因為你都唔會 expect 一啲傳統嘅銀行突然之間佢個基本面狀況或者業績狀況會爆升得好犀利啊嘛。除非好似美國嗰啲比較大型嘅，咩 JP Morgan 啊或者 Morgan Stanley。咁但係佢哋之所以個業績或者個基本面狀況可以爆得咁犀利咧，都係因為佢有做一啲投行上高嘅生意。咁反而喺傳統銀行上高咧，佢哋個業績上面增長或者業績上面嘅改善咧，都唔係話真係嚟得咁大幅度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清楚翻傳統銀行啦同埋投資銀行之間嘅分別，就唔好
用投資銀行嗰把尺度落去一啲傳統銀行上面啊。咁就再數落去另一隻馬來西亞嘅公司咧，咁就屬於Westport 呢間公司啦。呢間公司咧就屬於正選嘅名單入面，而且屬於進攻型嘅股票嚟嘅。咁呢間公司 in case 都係有好多觀眾應該唔知佢做啲咩啦。咁其實咧佢就喺馬來西亞營運一個巴新港嘅一個公司嚟㗎。咁佢最主要當然啦，做得港口嘅業務就包括晒嗰啲咩貨櫃處理啊、散貨啊、倉存啊、為啲船隻加油啊等等嗰啲業務咧，佢全部都做晒嘅。咁某程度上呢間公司咧都做緊一個比較傳統嘅一個港口業務啦。咁睇翻佢嘅業績狀況係點樣先啦？咁見到啦，就係最近嗰兩個財政年度嚟計咧，其實佢個收入增速啦同埋盈利增速咧係加快緊嘅。雖然啦，2022年咧見到錄得喺盈利上面咧錄得一個13.42%嘅倒退啦，咁但係其實見到最近嗰兩年咧已經 pick up 翻一個增速㗎啦。再加埋其實我自己望過馬來西亞嘅可以選嘅股票嚟計咧，其實真係唔多喺最近嗰兩年咧係維持到一個比較明顯嘅增速，而且係叫做個增速嘅幅度或者增長嘅幅度咧係擴張緊嘅公司係更加之少。咁所以咧就要揀呢間公司咧入去一個嘅名單入面。咁但係實你見到啦，個業績嘅表現嚟計咧，對比翻啱啱同阿所講到嘅一啲港股嘅公司咧，其實個增速未去到咁犀利嘅。但係馬來西亞個選擇比較少啲啦，咁所以都要揀佢入去個名單入面啦。咁見到收入上面嘅增速，2023年嚟計咧就4%啦，盈利上面增速就係11.4%。咁至於2024年嚟計咧就8.93%嘅收入增長。咁至於盈利方面就15.18%，咁都算係一個合格以上嘅一個成績啦。咁之後再望翻就係另一間嘅公司咧，就係澳洲嘅一個代表啦。咁呢間公司咧就係 BXB 嘅代號。咁佢屬於喺個名單入邊咧，屬於進攻型嘅公司啦，而且係屬於環球股入面正選嘅一啲公司嚟㗎。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真係好特別。我開頭睇完之後咧，我都以為我 search 錯個公司，咁但係後尾發現咧，佢真係做嗰方面嘅業務。佢就係做一啲木製嘅托盤啊，即係如果大家可能喺超市又好啦，或者喺一啲餐飲啊、零售嘅一啲鋪頭上面咧，揾到啲木製嘅托盤咧，好大機會咧，其實係嚟自呢間公司所製造嘅。咁睇翻個業績狀況先啦。咁喺彭博上面咧，佢就冇辦法收到2023年同埋2024年嘅數據。咁但係大家只要 search 呢間公司嗰份業績報告又好啦，或者可能上 Google Focus 入面開翻佢個基本面狀況，或者近嗰可能5年嘅業績咧，其實都睇得到嘅，免費睇得到噶啦。咁其實2023年同埋2024年咧，佢有公布業績嘅，純粹彭博唔知點解冇咗各方面嘅數據啫。咁而其實2023年同埋2024年咧，呢間公司咧以個基本面啦同埋業績表現嚟計都算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成績啦。咁我哋齋睇有喺彭博上面有數據嗰幾年啦，你見到啦，2021年啦同埋2022年啦同埋2025年咧，都見到盈利上面咧係保持到雙位數字，至少10% 以上嘅增長，咁都算係以澳洲嘅股票嚟講，甚至乎喺環球嚟講咧，都算係非合格有餘嘅成績啦。咁再加埋一樣嘢啦，我哋再望埋佢半年業績上面咧，都同樣見到就係呢個嘅增長幅度咧係維持住啊。講緊2025年嘅下半年咧，佢收入新增長咧只係得1.05%，但係啦，佢盈利增速方面咧已經上到15.63%噶啦。咁所以 overall 嚟講，你見到無論從個全年業績啦，或者半年業績上面咧，都仍然見到佢嘅增速咧係相當之凌厲，或者叫做好穩定嘅。咁就再望落去下一間嘅澳洲嘅公司啦，咁就係 QBE 呢隻嘅保險股啦。咁因為佢作為一個傳統嘅保險股咧，其實某程度上佢嘅防守性咧都算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就計咗佢係一個教學例子嘅名單入面咧，屬於防守類型嘅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做一個非常之傳統嘅一啲保險業務嘅啫，包括咗就係嗰啲個人保險啊、商業保險啊、財產保險啊、汽車保險啊、商業保險啊，又或者可能工傷賠償啊、海運保險啊、能源保險啊、航空保險咧，佢都有做到嘅。咁呢間公司咧就完全係一個傳統嘅保險業嘅公司啦。雖然就見到2024年佢收入增速上面咧就倒退14.5% 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只要望一望佢其他保險業嘅一啲指標，咁恕我呢個部分咧就冇辦法同大家列手出嚟啦，因為始終嗰部分咧都屬於一啲課堂內容。咁但係其實大家望一啲保險業嘅指標咧，其實佢最近嗰2至3個財政年度咧，其實係 keep 住改善緊㗎。雖然見到收入上面咧可能比較 fluctuate 啲啦，咁但係其實保險業嘅公司咧收入上面嘅數字又好啦，或者盈利上面嘅數字都好咧，其實實際上我哋嘅參考價值咧就唔算話咁大啫，反而係一啲傳統保險業啦，或者傳統嘅銀行業咧，其實應該望翻相應嘅一啲錢滾錢，可能用錢效率上面嘅指標咧，相對嚟講會合適少少嘅。咁喺嗰部分嘅指標咧，佢就攞到一個幾唔錯嘅分數。咁所以今個年度嚟計咧，就將呢間公司放咗一個教學日記例子裏面啦。咁之再所落就係英國嘅代表點樣睇咧？英國咧就第一間公司咧就揀咗隻 AZN 入個教學日記例子裏面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喺疫情期間。咁因為呢間公司就係阿斯利康啦，咁佢係屬於一個英國嘅公司，同一時間佢都好似同唔知瑞典嘅另一間藥廠咧就合併咗，就變成阿斯利康呢間公司。咁睇翻呢間公司個收入同埋盈利狀況先啦。咁見到啦，收入上面咧其實佢都好穩定嘅。過去由2019年啦去到2024年咧，都保持住收入上面咧其實幾穩定，可能大部分嘅時間都有雙位數字增長啦。即係間唔中可能2020年咧爭少少有雙位數字啦，2023年又 drop 咗少少，係得3.29% 啦。咁但係實以個穩定性嚟計咧，都算係比較明確啲啦。甚至乎你再望埋一個盈利表現上面咧，都算係
係比較穩定嘅一個狀況。雖然啦，2023年都係曾經係冇咗雙位數字增速嘅，但係9%都唔10%咧，即係相差1%啫。咁所以呢個位置都只係需要扣一個比較細嘅分數，就唔需要話扣一個好大嘅分數。咁如果就算撇除埋2023年唔計都好啦，由2020年啦、2021年啦、2022年啦同埋2024年咧，都見到就係盈利上面咧，佢都好明顯做到雙位數字嘅增速㗎啦。咁所以以一間藥廠嚟講咧，都算係合格有餘，而且比較高分嘅一間公司嚟㗎。咁就再數落去英國嘅公司，另一間代表咧就係 REL 呢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都屬於一個進攻類型嘅公司嚟嘅。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其實就好大包圍嘅，好多業務嘅，包括咗就佢有發表一啲科學醫學上面嘅期刊啦。同一時間佢都有做一啲可能商業嘅分析啊、法律上高嘅 advice 佢都有做到。咁甚至乎佢有幫人去協助搞啲展覽咧，都係佢其中一個業務嚟㗎。而 overall 嚟講咧，呢間公司喺基本面狀況咧就未算話非常之高分嘅，但係亦都係攞到一個合格以上嘅一個成績啦。再加埋就係我都 filter 咗一大堆英國股票出嚟㗎啦。咁但係最後尾都有唔同各項嘅原因啦，譬如就係可能個行業上高個評分實在太低分啦，又或者可能有部分嘅業績太過 fluctuate，可能唔夠穩定性唔夠高，咁樣變相咧最後尾揀咗 REL 呢間公司。咁而坦白講啦，就係呢間公司其實喺成個嘅2026教學日嘅例子入面，無論環球股啦、港股啦，或者甚至乎美股嚟計咧，佢評分算係最低分嗰間。咁雖然話佢最低分啫，但係都已經係比起好多公司係高分咗好多，先至可以入到呢個名單入面㗎啦。因為呢個名單咧都某程度上係一個精挑細選之後得出嚟個名單嚟㗎。咁再望翻佢個基本面狀況先啦，見到啦收入上面嘅增速咧，其實都比較 fluctuate 啲，但係未算話去到非常之差成績啦。至少就係過去嗰4年咧，佢都保持到收入上面嘅增長，再加埋就見到盈利上面都見到連續4年嘅時間咧，都保持到一個正增長嘅一個局面。咁雖然啦，見到最近嗰個年度嚟計咧，盈利增長即係去翻5.35%，但係如果大家望翻就係佢個半年業績咧，其實個增速咧開始慢慢 pick up 翻少少啦，即係再冇再好似2024年咁樣全年得個4%嘅增長。咁2025年嘅上半年咧，其實都大約到6%左右嘅一個盈利增長，咁算不過不失嘅一個成績嚟嘅。咁就再望落去就係加拿大公司方面咧，加拿大嘅代表咧得一隻嘅啫，正選嚟計，咁就係 CLS 呢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其實佢某程度上都算係一個 consulting firm 啦，或者算係一啲解決方案嘅啲公司。而佢最開頭嘅時候咧，其實係製咗啲硬件平台，再加埋佢有提供一啲供應鏈上高嘅一啲系統嘅解決方案。咁但係慢慢延伸開或者再 develop 落去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做埋一啲雲平台或者雲業務上高嘅解決方案。咁再加埋之後嘅時間咧，甚至有連埋咩航天科技啊、國防啊、工業啊、能源啊、衛生技術啊、資本設備等等嘅業務咧，佢都有設計一啲解決方案出嚟，或者幫一啲客戶咧去諗一個嘅 solution 出嚟咧，或者 implement 一啲新嘅軟件啊、新嘅硬件，去令到間公司可以做到數碼化上高嘅轉型。咁而同一時間亦都見到咧，呢間公司喺個收入上面啦，同埋盈利上面嘅增速係非常之明顯、非常之顯著啊！咁你見到就係過去嗰5個財政年度5份財報咧，都保持到至少27% 以上嘅盈利增長。咁淨係呢一個 point 即係大家可能都眼前一亮啦。甚至乎再望埋2024年咧，佢收入增速嚟計咧，去到成21% 咁高。咁甚至乎去到盈利方面嚟計咧，接近成60% 嘅盈利增長，咁都係非常之厲害嘅一件事啦。之後嘅時間我哋再望埋喺個季度業績上面咧，佢都仍然係喺2025年頭嗰3個 quarter 業績咧，係保持到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增長。即係講緊2025年 quarter 1啦、quarter 2啦，甚至乎 quarter 3咧，講緊最低增速嗰個 quarter 咧，喺盈利上面嚟嘅咧，都至少去到成39.5%，都係非常之厲害嘅成績啦。咁所以齋睇業績上面嘅表現咧，大家冇用置疑㗎。呢間公司係絕對值得放入一個嘅教學例子名單入邊嘅。至於再數落去啦，就係加拿大另一間嘅正選嘅公司咧，咁呢間公司就屬於進攻型嘅公司咧，其實就係LUG 代號 LUG 呢間嘅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做一個非常之簡單業務，亦都係非常之傳統嘅，就係黃金礦業嘅業務。咁佢最主要咧就喺厄瓜多爾度咧就開發同埋運營一啲金礦去挖佢出嚟啦，跟住再進行銷售咁樣。咁啱啱同大家講咗啦，我哋成個研究團隊咧就認為金價喺2026年嘅時間咧仍然會喺高位上面徘徊住。咁都係嗰句啊，必須強調咧，我哋認為唔會繼續升得咁誇張嘅，但係可能會喺高位上面徘徊住。咁至少都會令到啲金礦股咧喺可能嚟緊1-2年嘅時間，或者1年嘅時間咧，至少都可以保持到基本面上面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局面。咁所以咧就揀咗呢間公司入個名單入面啦。咁至於加拿大股嘅另一間公司，亦都係後備嘅一間公司咧，咁就係 DSG 咧代號。咁佢嘅定位咧，亦都係屬於進攻型嘅公司嚟嘅。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咁都比較得意啲啦。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其實主要提供一啲雲平台、雲端計算上嗰個解決方案。咁佢最主要 focus 嘅
一個板塊 focus 嘅行業咧，其實就係全球物流啦同埋供應鏈上高。咁佢透過一啲雲端計算咧，去幫助一啲叫做航運嘅公司咧，去提高佢個運輸效率啦，或者倉儲上嗰個效率啦，甚至乎一啲電子商務上高嘅一啲法例啊或者合約啊、海關嘅報關等等嘅程序啊，佢都會幫喺個平台上面咧做得到嘅。咁所以某程度上佢都算係一站式幫晒所有嘅航運嘅公司咧去處理一啲數據嘅一啲公司嚟嘅。咁至於呢間公司見到啦，佢個收入增速啦同埋盈利增速咧都係非常之明顯、非常之靚仔噶啦。咁見到收入上面嘅增速咧，最近嗰4個年度咧都至少做到雙位數字增速啦，甚至乎你望埋盈利上面咧，講緊2021年開始去到而家為止，即係2025年咧都保持到至少雙位數字增速噶，甚至乎你見到就係2025年嘅盈利上面增速咧已經上翻去22.3%噶啦，所以齋睇大數嚟講咧都算係合格有餘嘅成績啦。另一間澳洲嘅公司屬於後備公司啦，咁就係代號 WTC 嘅 WiseTech Global 呢間公司啦。呢間公司咧做嘅業務咧，其實同樣同啱啱所講到嘅 DSG 做嘅業務有少少相似嘅。佢咧為住一啲叫做供應鏈啦或者物流嘅公司咧，去提供一啲智慧嘅軟件解決方案。咁其實呢一部分咧喺全球嚟講非常之吃香嘅一個生意嚟㗎。咁因為某程度上就係全球對於呢一方面嘅需求非常之強大啦，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港口都需要用相關嘅一啲軟件。咁再加埋就係呢啲軟件公司其實佢個研發成本或者佢之後要營運嘅一個成本咧，相對一啲重資產嘅公司為之輕。咁所以變相就好多人想投身呢個嘅產業，咁所以衍生出嚟咧就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都有相應嘅龍頭喺呢個嘅產業上面。咁澳洲嘅代表就係 WTC 啦。咁睇翻佢個業績狀況先啦，佢同樣同啱啱所講到嘅 DSG 嗰間公司咧個業績上面咧都係差唔多嘅一個狀態，都係保持住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增長，無論收入上面咧、盈利上面都係嘅。咁收入上面咧講翻就係2020年開始去到而家為止咧，最低收入增速嗰年咧都至少有成14%。咁至於盈利方面咧，可能2021年差少少啦，有26%嘅倒退，但係見到啦，2022年、2023年同埋2024年，甚至乎去到2025年咧個增速咧都係非常之明顯嘅，至少做到11%嘅增速，甚至乎見到2025年即係最近嗰份財政年度咧，其實個盈利上面嘅增速咧上翻去到成28.66%，某程度上咧算係加速緊嘅狀態添㗎啦。咁所以 overall 嚟講，齋睇過去嗰4年嘅業績狀況咧，都係合格有餘嘅一個成績啦，絕對值得放入一個教學例子名單入面嘅。咁至於最後一間公司就係馬來西亞嘅後備嘅一間公司，就屬於防守類型嘅。咁其實呢間公司就係做醫療服務，咁係個代號咧就係5878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做嘅醫療服務咧包括咗營運一啲私人嘅專科醫院啦，亦都佢有營運一啲新開發嘅醫院啊，同時提供一啲門診嘅服務啊，甚至乎一啲藥物上高嘅分銷咧都有做到嘅。咁佢唔淨止喺馬來西亞有佢個業務啦，除咗馬來西亞係佢個主要嘅一個業務範圍之外咧，其實印尼啊、泰國啊、孟加拉啊、澳洲啊，其實都見到佢嘅一啲診所或者佢醫院存在嘅。咁睇翻啦，其實佢2020年同埋2021年咧，佢業績上面的而且確表現得比較差啲嘅一個狀態。咁但係都冇計，因為始終嗰段時間係疫情啦，咁所以一啲私人醫院咧通常都係做啲慢性嘅疾病啊、做護理啊、療養為主啊嘛。咁因為佢個 urgency 上係比較偏低嘅一啲叫做健康疾病啦，咁所以導致到就係呢類型嘅公司喺疫情期間咧，通常都係業績上面比較差啲嘅。咁但係見到啦，2022年啦同埋2023年、2024年咧，佢個增速已經 pick up 翻嘅啦，甚至乎見到最近嗰個財政年度2024年咧，收入增速咧就14.7% 啦。咁至於盈利上面增速咧都有成25.66%。咁過去個3年以個增速嚟計都算係比較明顯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大家就唔好俾2022年嗰份嘅業績影響咗，以為佢2022年突然間爆得好犀利啊！純粹因為就係2021年咧，佢業績實在太差啦，咁所以佢先錄得2022年嗰個233%嘅嗰個增長。咁之後嘅時候去到2023年咧，我認為呢方面嘅數字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可靠啲嘅。咁見到佢都有成51%嘅盈利增長咧，咁都算 overall 嚟講過去嗰3年嚟計咧都算合格有餘嘅成績嚟㗎啦。咁所以咧就計要係一個防守類型嘅後備公司啦。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呢樣嘢啦。咁今日就一次我同大家高呼晒就係港股上高啦，同埋環球股票上高2026年喺3點鐘升級版教學日記例子上面嘅名單係點樣嘅？咁大家就可以自己翻去做下練習啦 ，study 下呢啲公司嘅基本面狀況。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自己走去畫下圖啊咁樣。咁我哋可能間唔中咧就喺升級版嘅 Part 5嘅部分咧，將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公司技術面上面教學嘅一個睇法係點樣啦。咁所以有興趣嘅觀眾咧，咁記住之後嘅時間都要收睇埋成個升級版嘅一個內容啦。今次2026年嘅教學日記例子咧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啦。